内政部指出讲，明年咱台湾就是超高龄的社会咯。民间的老人协会最近拢办未这个课程，要提供侪会人来上课。唔那要鼓励时代出门去活动，嘛鼓励应该的社会都爱有接触，还袂退化。 假如我们现在先长了2朵花，是大人为着老师亲像学生囡仔共款专心听课。这是中华老人福利关怀协会伫咧万华和平里第一届办理的60综合课程。学员平均的年龄70多岁，来参加的男性长辈讲，查甫囡仔因为过去较罕去接触到手工艺，第一届时伊是感觉真趣味。做这个是第一次啦，因为我男孩子啊，所以应该比较少接触这个啊。第一次来这样感觉是很棒啊。 练习嘛，像手了也不灵活，都参加了，这个大家在一起，感觉身体也比较舒服啊。也若是少年老师第一届帮高龄者来上课，是事先去了解高龄者身体机能甲需求，再来设计符合时代的课程内容。比如讲，会当叮当手指头的活动。就是那个时候听他们说，就他们特别需要手部的运动，所以我们想说描的过程需要用力，然后剪跟贴都是可以蛮好的用到手部的力量。在地里长的观察是感觉讲，时代年纪愈大，就会愈因为惊无经验。 唔敢出来跟人交流，所以定定就伫厝来看电视。透过这个关怀协会提供免费的课程，伊认为对鼓励时代出门有真大的帮助。因为伊若伫咧厝的，其实就是拢看电视尔，啊无就是互电视看。啊，我嘛希望讲伊会当出来，因有一个经验，伊若感觉袂歹的时阵，伊就宣传。啊，其实这是阮愿意，阮足想要看到。 另外，协会表示，这届课程拢是邀请少年老师来教课，一方面帮助高龄者延缓老化，另外一方面嘛来增加时代甲少年世代的交流，促进互相理解。记者王可轩、柯明哲台北报道。